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哥，分享收看福起来的。咱从头谈到儿童剧、儿童剧，但是观众朋友有想过冇？做乜嘅我哋特别呢度生意呢？去设计啲兒童劇，做乜嘅生意呢？冇辦法看大人呢戲劇。今日我哋邀請到來賓，伊都會同我哋講，做乜嘅生意呢？我有一定自家專屬嘅一啲戲劇，但是喺介紹我哋今日來賓以前，我哋先嚟講伊係乜嘢？伊睇咧係我哋國內兒童劇嘅天然。聽嘢係，伊係我哋國內嘅下節股文化藝術團嘅團主，最重要嘅，伊得個全球嘅哦，中華語文欣賞獎嘅客家文化獎嘅得主。我哋今日歡迎我哋呢李永豐李老師來介紹。主持人好面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嘅永豐先生嘅作品啊，其實我哋有看過啦，啲乜嘅189嘅火燒莊啦，我哋咧花花危機啦，我哋咧小說嘅龍角。請問先生，而家最新嘅一啲節目係乜嘢？也未好，按到龍來咧，龍來嘅。我哋今日有看到我哋咧海報嘛，我都覺得龍來啊，龍係啲人咪咯，好嘅咯，龍來嘅。嗰時係啲講龍嘅故事咪咯？呀嗬，龍來咧，嚇，也係千有學問，即係一雜事，一雜事，啲雜事呢龍來咧，就講哎呦，用翻有龍來啊，驚嘆聲，佢講龍來嘅，龍則龍。1、2、3、4同一發好，也做個行人老弟哈，風涼頓水流，風涼水流，聽見肚子很嘅龍來嘅，龍則龍都市改肚臍，所以呢來侵犯到也為咧行人咧經營村莊，下後呢經過解釋龍來嘅。我終於懂了，原來龍做乜嘅未來係安尼原因。嗰時一啲題目底部都有四個解釋嘅吼四段意思出嚟。睇到有個驚訝嘅吼，聽見都講係行人當啲啦，1、2、3、4兩條龍，風龍同水龍。錯。聽見都都是個搖嘅嗰種很餓的個伊可能佢就冇聲音嘅啦。肚子啦。肚子啦，最尾都講我啲嘅，伊做乜會來？但像我哋龍來嘅，伊地位太有係講乜嘅東西咯。也會好係啲故事，啲故事你聽啲嘛，亦都係太多關嘅殺時公嘅故事嘛。殺時嘅故事，也殺時公都講佢下邊我哋開墾嘅時間呢，也會有風跟水一種邪惡嘅東西，可以我哋客家人開墾出生態問題、生態困難。下後呢，你啲也會殺時公來爭風辟邪，將風水改變嘅。還有變成一個清江嘅村莊，也都會果樹，也都會態度館嘛。因為故事我們都很有意思，所以改編做兒童音樂舞劇啊。嗰時把嗰度我哋開始有冇看到水啦，太水做太水，我哋咧風啦變成龍則龍。好，用一種意象嘅表示講變龍則龍，然後帶入我哋態度館嘅三個殺時公嘅故事。好，我哋態度館喺我哋屏東嘅故事上啊，有啲三隻殺時咧，其實各有名。伊也故事嘛幾神奇。嗰時我哋係咪把我哋咧態度講咧殺時嘅個故事全部帶入去？講到也故事上嘅殺時公啊，一般人都殺時公都係神啊。但是我有問到佢才高啊，一風龍同水龍，伊怕有眼王啊，伊太刺眼啊，有乜個吹咯？所以講啊，也都愛來解決啲問題。到底殺時公伊做乜個貢獻？風龍水龍都帶是做乜嘅案件，所以也都變成咧兒童音樂劇最重要嘅部分。本身佢哋去辯證一下，冇講一天殺時公都爆錯嘅，風龍水龍都爆唔錯啊！呢，都增加一個故事性啊！其實永豐先生講嘛，同樣係上戲啊。我哋睇下故事嘅時候，都講我哋殺時公幫我哋啲水啊，幫我哋啲風啊啲稱頓。可是問題我哋冇想過，冇錯啊，風啊好嘢刺人來啊，做冇？水嘛係易落個太落有太水啊。殺時公冇錯，其實我哋聽書我哋故事上嘅嘢，但是我哋講嗰種我哋風嘅風龍同水龍其實嘛個人望啊。咁老師你嘅兒童劇裏邊帶入來係一種太自然嘅一種概念，係咪？你希望幫我哋啲聲音嘅一種對太自然嘅一種看法。一地位最重要幾件事情。天機都講我哋一般人都會用人嘅角度來看事情。我哋想要風同水做路提嘅，唔係莫來開張，以河馬事故會造成也困難。係根本亦唔俾到開墾，所以變成講間
放喺度捱嘅，捱咗嚟輸殺，咱也嘅想法，同捱為主，要幫佢嚟處理。安尼狀況咧，本人感覺到，安尼嚟處理呢係有問題嘅。小朋友呢都要嚟看人同人之間思考事情，人同大自然之間我哋思考事情，要揾啲角度，太偏影響。佢哋也為大自然嘅角度來看，也為故事有樣嘅咯，係有啲幾神奇嘅地方啊！呢係啊，因為我哋常常都用人嘅角度來想事情啊。譬如講，我哋去人一開墾山，結果山崩下來，你講我啲山要樣嘅，其實都冇想到，其實我哋用唔錯嘅方法去開墾。嗰個佢也同先生同我講嘅，因為我哋人一開種一定會改水路，會搶水。冇都可能我哋會種某個東西改風嘅方向，個海拔風采都來，結果你講我哋呢露天啊對我哋唔好啊，其實露天啊幫我哋安好土地，現在哋可能我哋即個開墾嘅方法唔錯，拿鐵道嘅唔錯嘅方法去開墾，可是你咪講，也係兒童劇地位，其實本身也上過多呢吼，因為地位吼佢重要一件事情，提供也係客家嘅兒童音樂舞劇，因為客家嘅人來看。客家嘅故事，各種各自然，有種想法，有咩人設家嘅想法。係哦，我想過，人哋啲文化應該會自然啊。一塊土地上所有嘅人都有關係啊。所以講唔拿表演嘅，一般客家人、以客人、唔係客人、一部分客人、18個客人，也算根本以打算做客人一時時，一啲人都可以參與，一到我哋做入去表演嘅時節，一啲觀眾朋友來思考。所以我哋嘅地位呢，先用語言嘅部分，用自然語言，乜講到自然語言？乜講到自然語言？客話、國語，喺度發南腔下，唔係講純粹嘅客話，也唔係純粹嘅國語，一本來都多年嘅一啲沙飛應該可以嘅東西，喺度睇到語言嘅部分。聽伊都講唔表演咋，去甲表演到清腔啊，看得人啊，昂面啊，怪嗌唔演嗌看，從頭到看到你啊，分開來，因為改啲方式，嗌嚟演出，聽數演出，也可以參與，我哋共同嚟演出，都講參與式嘅演出。第三都講坐幾健康唔知家有冇好聽腔，而啲舞台當個團冇乜關係，所以變成講間唔來。我可以向我唱歌嘅，向我跳舞。我哋啲演員我走下去團教，我哋變成唔係我哋戲劇嘅一部分，我哋融合，過來互通，過來互相彼此，喺戲劇地段嘅嚟實現。我睇緊講人類來也拜佢深深嚟了解客家人，結果深深做個客家人可以按自然，我哋談客家話可以按自然按輕鬆，我哋做英語客家，我想法真簡單，一旦唔來看嘢戲劇，唔就認同客家一時時。一旦呢唔來創藝歌嘅，論家認同客家一時時。一旦呢遇到嘢，就嚟鬧，就嚟尖叫，唔都根本就變成客家一部分。客家應該按嚟天天嘅行業性嘅時代嘅生活之中按嚟。因為其實應該講我哋先生用嘅嗰種書法啊，都講手段怎麼樣？因為而係用一種最自然、最快樂嘅方法，俾我哋呢。參加人一開始接觸到自家客家文化，應該嚟講，其實有時候人講客家文化接觸過，係咪年日講客話講客家歌？有時對有啲人嚟講，有些對新人嚟講，有啲難。但是好多時候又講，而係用一種自然嘅客話，唔係用方言，可能地方咪有河洛話，一般嚟都自然嘅客話，但是我哋用客話表演地方，我哋要佢融合嘅嗰種。我能講我哋語言嘅嗰種概念嘅話，其實如果冇講過客人客家嘅嗰種戲劇而且全部用客家話其實對新人嚟講，聽到會有壓力，聽到會有壓力，所以更加嗰多人講乜家人都客家人，今日最前嘅天意都講唔認同客家，冇聽錯唔好一些人，冇聽錯唔可以講客話，但係有一部分變成客人，有一部分唔願意作為客人。所以按呢時節，大家都變成客家嘅親態嘅家庭。按呢來，有啲人會專心嚟做啲歌經家代表客家，所有話也會講，文化也了解，生活也會唱，一種客人也有啦。還有啲人呢，以純粹都文化認同佢對客家嘅生活環境佢支持，但是唔到會講客。有啲人會講兩三句嘢，但是冇咁樣嘅。客家要增加認同嘅一個基礎。
莫讲用血盐啦、迄个奶味啦，啊，鲜制顿的，打开来，当然行出去安尼。搿种我哋用认同客家一件事情，我哋认到幾多哟。啊，像先生嘛用天然鋪講，你來參加我哋呢個看我哋呢兒童劇，你來參我哋呢個位，我哋認同客家要進一步嘅。好，第三我哋講，我哋呢兒童劇唔可以表現講等乖乖坐睇嘅，我哋嗰種互動，其實我有啲問題呢。唔能讓我去關注嗰度人咯，遇到人亂走咯，能用咯。我哋講嘅，因為戲劇係差唔多演到一半嘅，16場嘛。也都拜一拜五演出嘛，但係第一場最遲啦。第一場呢，也就新人來演到一半嘅量啊，安靜嘅量一打開啦，哇，安靜啊！結果馬上現場裏嘅聲音，哇，就叫出來嘅啦，叫安太上咯一個，我都問到奇怪，今日嚟看下乜嘅嘢嘢，結果咯兩歲啦，人家講鬼講，對啲小朋友嚟講。伊沒感覺鬼講，你們講敢講乜嘅喏？伊講，哎呦，跟那個風龍講話的聲音好可怕啦！又暗暗的，又沒有燈啊啦！講家又難挨喲，我開燈我就不能演了結果呢都有安尼聲音呢，叫佢啞啞個呢，我大部分呢都教佢清聽，還有要叫字嘅小朋友呢，伊嚟翕相嘅時候要拿個機機棍，結果又嚟尿，都嚟尿。所以講也呢看戲劇嘅東西所以呢快控制，你做乜控制伊呢？因為要吸引伊，帶動伊，坐喺呢翹嘢，要比講伊嚟聽筒，伊都想聽筒，佢都比聽筒嘛。嗰叫冇講法，比唱歌嘅喊一下，伊都製作差唔多5分鐘、6分鐘都比18聽筒啊。三後我感覺有乜改講，我哋要發明有乜鋪書講我講我改講嘅時間，唔都係書拿嚟邊邊，大聲喊上，不，風流都唔會接佢。所以一風流一看到聲音打叉叉，伊都會退後，冇再客伊嘅。水龍來我嗰講水龍都撲數嘅，啵，水龍都唔會接佢嘅。安尼聲音都有安全感。三後呢，聲音呢有時會拄唔掉，看到幾萬人改快有啲以前會用石頭接人嘅，我拿東西接給台方嘅演員，也有安尼嘅，他呢一種我哋清亮必定去表現，他這個台下有施工啦，或者是呢啲看有啦，睇佢入拜呢也會。用來呢，雖然呢，睇佢接觸都幾好，我哋感覺到幾歡喜，因為睇佢表演喺度上嚟翕相嘅時節，雖然都會回饋，所以幾歡喜，安尼幾好。休息下第下個慢慢嗰度用來嘅故事哦。翻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上一台節目，我哋呢來賓容峰先生，同我哋紹介到我哋呢是呢用來嘅戲劇嘅內容。容峰先生想問一下，頭先我哋有講將我哋辦嘅故事改編成兒童劇嘅時節，做嗰度改編。將有用來嘅，你哋要做呢度聲音嚟做乜嘅改編冇？天嘅都可以講薩斯講迄種現代薩斯講上嘅戲呢。可能個嚴肅叫做神明，係啊，唔好意思，有威嚴啊，所以現在來看都卡通化一點，所以我哋那個薩斯講到青太長嘛，過嘅3-4米安過，充氣嘅，改等一下，都不過都太史公嘅最過太，二史公嘅塑造過長，都以兩隻史公為主啦，風量同水量呢，一般都惡量。他係因為呢度一段故事演完，所以風量同水量呢變得一直講，每個講，而個看起來個特殊，他呢而唔可以講不如看起來呢，佢快樣嘅，也粗型佢講，風量都而白色的羽毛，水量都黑色的羽毛，都按到乜嘅呀？我哋講嘅 cosplay 呢 ，cosplay，因為兩個細妹也去過，所以看起來2米按太窄，所以淺講。第三都講人都冇客家嘅，因為我講咯，咁全部都演客家，咁係咩客家人咁樣去咯？係哩，因為係咪一條糖係客家話，能可以去咯？按頭都要講自然嘅客家嚟按樣咯。係啊，所以講我都冇用講客家人也甚至是。用錦鱗狀，用錦鱗狀，因為錦鱗狀嘅好處都講錦鱗聲音呢都是把想象啦，想象一下嗰種嗰有係嗰接近聲音嘅成分，
第三都講啊，間也地背，我用嘅講法。後面來問講啊，咁係他們是客方嘅概率冇？係啊，我咁講嘅是，係啊，有樣，咁係每一件事啊，我哋坐到嚟嗬，坐個行愛食飯嚟哦，看到業嚟講，愛食飯冇，食飽嘅冇，他們是客方。難道你真的就聽不懂我的意思嗎？可以用嘅嘛啲嘛，可以食嘛啲啊。係啊，拿粒西瓜講啊，要按到西瓜。你會不了解這叫西瓜嗎？這個唔可能講，你拿 Q 嚟打我用嘅。你講你小雞也要西瓜。我講啊，後面過來。我講下法，因為他們是他，所以我認為要戲劇嘅劇情，個動作。個道具，一定可以輔助你了解客家。所以有啲人講我用視目，跟視目去嘅，跟住頭腦嚟，一下看呀，一下看嘅，一下看呀，看得頭腦呆，佢戲劇都冇辦法進入吧。生下來做乜嘅談客家一定要翻譯咯。所以我都講用自然嘅客家，本入嘅道具啦，個動作表情，個入嘅東西嚟講下來，本一下嚟都講，我啲。我可以啲嘢意思，你呢？睇到看有所有人不懂客家話，其實你本可以參與客家，其實冇按難冇按困難的意思。其實你變成講唔係講以前嘅客家嘅兒童劇，你以前講你啲客家話冇都啲愛客家文化人可以來參加，其實唔係用方式上用個改圖嘅方法去把一啲嘅障礙去拿走，譬如講。其實一套用嘅方法嚟講，讓道具說話，用我哋嘅道具去代替我哋講客家話。雖然我哋冇字幕，但是我哋嘅動作、我哋用嘅東西，都自然都地講，唔同你講嘅客家話係乜嘅意思？其實細人嘅學法律係呢，其實講佢度有ลูกค้า喺度係日本人啊，媽媽係日本人啊，爸爸係台灣人啊，冇媽媽係外國人。原來講係對文化佢是好濃，同冇。以前都講食飯嚟哦，伊都地講，你哪嚟啲飯啊？聲音都地講食飯嚟。講到伊幾時馬上同佢英語連接好嘅話，係咪伊都地講？原來早餐都 breakfast。你喺個唔是講咩特別地講早餐咯 breakfast， 根本唔是安尼。拿啲早餐比講breakfast，伊都地嘅有種程式連好了，聲音嘅連接會講，而且一連接下去以後又冇見的。所以都講嗰多人會問我講買票嘅時候問我講嗌咩客人係可以來嘛？講冇問題。可以。但係實驗嘅結果也記藏下來，冇人同我反映他們是，確實也許多係嗰種事氣嘅一定嗰度唔會客家，但是一定冇人反映講他們是看唔實，所以呢，我都同人哋講，唔看，我也實驗成功嘅。聽你來講雖然係親近。你讀到萬人講乜嘅話，伊馬上會轉變，學過㗎。所以唔好去大鼓嘅一條聲音嘅能力。第三都講嚟啦，最重要我聲音歡喜，歡喜最重要。我哋哋該歡喜嘅環境底下，大下而即個我即刻都會學，而且一種該自然嘅學習客家話其實最冇壓力。所以有人講兒童劇啲客家乜意思？我講也冇運動到30年咧，唔係啲冇運動嘅做乜嘅新時代。一條聲音咧，按樣係比國語來講客家，自然嘅客家，願意做客家，然後咧比感覺到也唔係負擔，所以我哋咧做戲嘅時節，聽愛講，嘛北方都愛講，像也花仙子錯冇？花仙子啱講都愛講錯冇？像也俾你看，霎時講也都畫出本嘅做到按太窄又按呢卡通樣嘅。亦都頭都唔講霎時講，我哋霎時講有兩嘅，一啲係紅嘅，一啲係藍色嘅。錯。可是看嚟佢神奇呢，佢可愛哦。係嗱，按呢所以聲音嚟講，我喜歡大師公，我就要這句話。還把伊要講，大師公都在聽呢，伊人會態度怪，伊人會有關係。看到佢威嚴嘅吼，遇到聲音都唔敢摘圈嘅。其實看樣嘅啦，有啲人講係怪惡噶，同埋怪好嘅講係怪慈祥啊，所以講其實有感情，歡喜的都怪慈祥，怪摘圈。嗰人講
风凉水凉也都个特别。等一下哦，也系水凉吧？嘿，也则系风凉。哎呀，风凉。风凉就样的喏，伊迄两只就夜光龙。哦，是。啱啱天王我发讲哦。所以呢，一旦表演对舞台下尾到观众去的时间，哇，改奖啊，吼，青苔奖嘛，生意们悠滚，青下最闹热，叹气啦，都讲啊，做乜嘅风凉水凉嘅做案奖，佢都人問我，你怎麼不把它做可怕一點啊？講啊，伊都唔係壞人啊。好，重點來了，頭都講風涼水涼不見得壞人，但是以妨害到人類，咁人類咁樣好人，人類咁一定好，所以風涼水涼有未來要改善的地方。嗰時睇人哋戲劇地方有提到安尼概念，其實嗰道概念嗬唔係同講，係唔好講，嚟做本看，比如講到米下時節，伊都問我講做一個水米團。嘛個也要白講啊，將殺時講化作生命，來振風辟邪。你們都提太多關嘅哦。係啊。還有白講都講風涼水涼有咩要變出來？哇，都唔掉。就今年總嘅今年講做唔得，按情況那裡傾到，因為你變出來用做得咯，係咪？係啊。你能發一天晚嚟上啊？叫做按快，係咪咯？還有。白講冇聽伊講，佢講，風涼水涼出來，出來嘅時節，那啲風涼水涼吼，青煙灘，伊講一定好，你一到今年係快今年，今年要罵涼國唔定快惡涼，惡涼要罵嘅今年國唔定快今年，都係問過快咯。你啲人企嘅國土冇強樣。估下你所以今日就涼都講間同係嘅果子樹獨槍槍。同係教水嘅地方，全部做嚟做比堂。開藝就唔係下講啦，就朋友全部學到位時，藝要我位時，藝兩隻到我位時，間唔定用冇聽藝上咯。也好客家人有時相事情安尼哦，藝過3萬打拼，藝過3萬開墾，藝過努力，問題可能也傷害人。唔係講你千實萬千認真就穿錯啦。你一天我要回報嘅嗬。所以任何事情，我嚟推他人想，因為客家人有啲特色，我哋客家人唔到今日翻到有神，所以有神神。唔到今日翻到太叔，所以有太叔白講。連太濕頭都唔敢亂洗，因為有濕頭白講，係咪？有濕愛。所以有時節嗬，也都客家人同太子人傾下神法咧，也慈悲。睇下呢，人透過有個故事呢，再嚟加強，本人一條寫人呢同家長，TV 客家人神法的一種嘅自然的哲學啊呢，都當然唔好嗌最睇目的都提下咯。嗰時我都等於講，唔怪自然嘅把嘅我哋客人嘅觀念但係我哋兒童劇，唔係講用自然講，我哋客家人勤耕雨讀，我們用嗰種歸老派嗰種方法，有聽人講，因為從生意嚟基本講唔清楚嗰種東西，但是你能用表演嘅方法，生意落地，而且伊把會想，如果我媽媽講，嘿呀風涼可憐啲，中華人哋關行來咯，媽媽如果想嘿呀，我哋中華去煙灘我哋太子人，迄個人可能係我哋把我哋太子人破壞去嘅，佢假如將我哋按重要嘅概念嗬，唔按用我去把伊假人呀嘅戲劇裡面，當初在想嘅時間，唔按用去發想。因為靈感實在幾神奇呢，也都係安尼吼，也講起來吼，我哋會想吼，你冇客家戲劇，一聽到本身人呢，也算可能人感覺到哇，客家戲劇冇簡單，何況又認真又用心，一點幾重要喎。唔係講我客家人咯，我資源不足啦，我唔拿錢啦，所以我吼，我就凊彩做將手嘅，唔可以。所以一個故事拿到書方，我思考，我帶本1萬的聲音的乜嘅東西，頭擺嘅東西變到1萬來，我增加也乜嘅價值，我也都幾重要。第二點都講我轉換到聲音呢，也算可能人，伊可以歡喜接受，比歡喜接受也係幾重要。第三都講可以討論，因為我哋看了以後呢，伊哋阿爸阿妹阿公阿婆同樣嘅聲音可以討論。我有故事講嘛嘅，唔講解一下，講解兩下，甚至有人反映講假聲音嘅鬼嘢嗬，鬼安部嘅就創愛國嘅，伊講唔成功嘅，打電話俾我。
可能一摆你全部要创赢过诶。较怕无还是我家己创有可能。可能伊伫过简单、过快乐嘅儿童剧，其实伊伫设计嘅过程里面，其实过无简单啦。休息以後，等下我哋話過多過精彩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睇上台節目我哋呢，楊夢先生同我哋講嘅過多用來嘅地步嘅內容，其實楊夢先生嘅啲哦，唔多都有講過一啲最重要事情嚟講，你也要戲劇地步有過多同聲音嘅互動嘅。一個設計，嚇，迄都係用嘅設計，可能等提講一下喎。重點都話你嚇，唔做愛做冇意思。係啊，所以我錯睇嘅看係。所以呢都教伊講啊，用嚟來防止惡龍。水龍來嘅愛樸樹，風龍來愛查，安尼呢伊都唔會驚，睇到安民心。天一睇團節目後都講種到幾好食的水果啊，所以嚟創一條水果河。創過誒，睇你話創用柏林氣息咩？愛電台卡強下食水果，強下食水果，阮家妹都識家妹安尼，安尼雖然都學會安尼客家人也要水果講法。還有呢，在入來時節，他個應該歡喜會做事，會工作做嘛？我都不用宣傳掉，宣傳掉改變的啦，個流行雖然談到18嘅客家山歌咪是比。耳朵底部有安尼回憶。第三呢，薩斯公來嘅，薩斯公氣候都惡龍來啦。惡龍來嘅時節啊，所以以後下一輪生意互動，生意都開始講，原來惡龍來嘅時節仲幹，佢感覺超得人驚。比過嘅時節，生意感同身處，所以也都第三團嘅互動。然後呢，薩斯公呢，土地伯講，我本地石頭，石頭可以貼出薩斯公，石頭嗬。練下來時節，全部嘅人種安尼睇石頭，對後背見送，送10個粒石頭。他敢有天數去做石屎工用嘅，集合下啲小精靈嘅手的力量，將啲石頭送來舞台。然後我哋喺度嚟貼石頭，貼石頭，講唔愛做樹，愛做腳，唔掂嘛。所以喺度五官各用倫敦鐵橋嘅，頭那肩胛隻腳趾安尼嚇，而家聽到你唱，伊都會客家人嘅五官嚇。人做啦，屁股做，會嘅，還有嚟講阮鳥也會量，愛讀個天書，所以水量最驚乜嘅，頭都有講，無認真聽就樸樹嘅，樸樹嘅，看到水量來，水量來嘅，因就答樹，啪安尼嚇，所以你都練一條歌嘅，嚟錄嘅水量錄比較淺嘅後會失去理智，有機會去鳥起來嚇，所以咧也會鳥水量嘅歌嘅。還有呢，太史公歸歡喜，係咪都看唱太史公嘅歌嘅，係咪咯？他個唱嚟帶動跳，最尾將手將水果全部本人食，接下去他個請教也會空飄氣球，你話你一共有7團安尼。嗰種從頭到尾啊，啲聲音都冇限過呢，嗬。係哦，都教一節棍，係啊，要節棍，要哈棍，都3棍，都我哋哈起鼓嘅本事啊！你。係啊，就你看你按照設計，其實唔鬼巧妙都幫我哋客家唱山歌啦，我哋五官啦，就全部用喺客嘅地方。嘅我請問一下，一擺導演係唔知㗎？一擺導演實在講起來，本後生嘅，我做負責講來搞一點用嘅來做導演。做導演嘅啦，冇啦，我哋都老導演，都編劇就係李叔用手機，導演就係鄭定開先生。佢自稱咩？兩位呢都負責一擺出去，所以如同後生嘅也規劃嘅戲，鬼歡喜，一定可以呢，從無到有呢可以做案成功。因為像我哋呢先生學落聽我哋呢兒童劇鬼叫嘅，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你講。而家我哋國內我哋客家話兒童劇，其他情形都係怎樣講？形容冇，還是講我哋歸蕭瑟？也事情都大在問哈，就講唔免愛客家啦，你要嗰種太矯情啦，其實太快更加要經濟冇幾好。我哋台灣對藝術文化其實比外國嚟講冇按重視，我有感覺，本來都未幾好經營。按叫經濟又沒幾好事，又一直快經營，
客家委員會同我改天數，因為幫忙改到，但是伊同我講過，我哋看下旗鼓，主要因為有決心去做，去推廣。我為的特殊個人魅力啦，就有差不多10個後生嘅，就願意聽到我來做一件事情，我真感謝人。也對的體嘅我決心啦，環境是會變化，人可以決定，也都只有決心可以做。其實永豐先生講得幾重要，但是按樣講咯，行下伊還是要錢啊，像安尼情形的有乜嘅方法去面對安尼困境？第一，我哋要爭取支持，所以我哋有決心以後，每年都不管乜嘅狀況，我哋要下鄉。我哋下鄉嘅方式按照細說客家，就講我哋用專茶去各學校、各鄉區、各社團講客家故事。從今年都一定會講阿良來的也故事，所以1年50件到100件。當然要爭取一條家長啦、學校啦、各單位、各社團的支持。100場呢，每場3、400個生意呢，冇簡單呢。6、7個人嗬，聯合去做新正日。充點來，還要產業支持。你看，也記嗬，也黑糖加贊助嘅黑糖棒棒糖。棒棒糖係啊。每個來看過我哋故事嘅，聽過故事嘅，你都識得到。其實也年贊助嘅呢，1年230萬呢。唔可能，一年要100場，100場地方有200-300個人。錯。有可能一道幾啊？你棒棒糖啊，全部人家贊助哦。贊助。係啊，客委會也係補助單位，呀黑糖家也係贊助單位，我哋地輩講故事全部碩士博士啊，全部都是練過的呢，一定兩個薪水貴少，真是貴少，我貴費事，他講過啊，有決心，又有18資源，盡量去做啊。像我哋嘅產業除咗俾你支持產業，你這個有乜個生財之道冇？唉。有講啊吼，去年呢哦，讀到嘅京劇嘅朱陸豪，朱陸豪大師歸厲害，以後有擺同我講啦，我靠也國家補助吼，也為產業贊助個困難，要改變頭腦，我哋要想辦法創業，這個有事業唔能有辦法，這個就這個，我說我都唔知要用個啥啦，應該看下嗬，國家戲劇院嘅1200萬。阿龍來咧，也有200萬。你想看啊，一年我收入到4年到400-500萬。係啊，按照工作人員。係鎖定我哋做歌手都好咧，已經一個人搞定。他呢帶劇團都冇相同，他影響冇相同。係啊，影響。所以呢度應付一條呢，我哋創一個哈茶爽，哈茶爽就是個哈字咩？係一個哈字，有隻哈字。哈茶爽，哈茶爽，哈茶哈地就爽原來你意思咩？爽啊哈地，好啊食茶，好啊爽快。唔過，我哋公司有2條特殊規定。哪2條呢？第1條就講呀哈茶爽嘅所有嘅營運嘅獲利，優先要來支持哈旗鼓文化藝術團做客家藝術文化教育嘅推廣。嗰時呀公司賺到錢唔係本股東，唔係優先本股東，唔係優先本股東，優先先去做客家嘅兒童劇。錯，又話要包括歷史劇，所有嘅下一輩可能有藝術教育，所有賺到錢優先要嚟做一件事。好，而喺公司成立嘅時候都寫過清楚嘅。第1條，第1條有冇嘅？第1條都講啊，我係董事長，董事長以後結束嘅也人生嘅社體會後，我所有嘅財產全部歸來，也係基金裏邊繼續來作為客家藝術文化教育嘅也為基金，也都講有2條前提下，希望我也唔願做生意啦。就講冇做生意做藝術人要有尊嚴，尊嚴唔係講去講要尊嚴就有尊嚴，唔出家冇努力，出家冇資產。出家冇自由，唔用我有尊嚴咯。下多嘅考核維維，下多嘅請人幫錢本，我感覺今個社會應該唔係安尼。出家愛自立自強，如愛做就個咁樣啦，全面去做安尼。其實呢啲企業我本人認同
也要企业本身的文化，要真正像先生讲啊，要有尊严。其实先生讲的两条，第一条拢就裸退啦。如果我唔好讲，以你作为董事长，下一班就变得更有钱。上班的可能帮下班，我帮人后，我帮所有的有投资入来，好，又变成的下一班来推广客家的儿童客的一个基金，无你的推广的钱。可是像你安尼吧，你这个3年头都讲哈茶爽，可是也买茶系咪？有啲产品的茶。那其实最重要因为我过去去茶山教书，嘿，嗰度茶山人支持我讲我冇做生意，所以本我二哥做生意，结果我二哥做啊都变茶王。哦，嘿，目前台湾的茶王，所以呢，以优先又回馈我支持来买茶，我注意的条件，我茶必须是有机的。哦，也不难得呢。所以天意来讲啊，因为我哋卡都买安尼坚果。全台湾算卖最大量的，所以我二哥讲，我的坚果有咩部门支持？其实都讲啊，也係我開始。今日有個最重要問題，請問啊，哪樣我買到的產品啊？也有清內行的哦。其實我哋有網站，有網站，打哈茶爽，你都可以買到。我哋網站可以有專業團服務。其實大個以為講，哎呦，點解用接天花？係咧，公眾人員團長啦、編劇啦、演員，全部都工作人員，因為也都屬於連大家公司。下後我哋希望將呢公司呢，作為南台灣，尤其講啊，摩天客家人，就講藝術工作者有一啲好好嘅一啲事業。摩天莊有啲人會做技術表演，有啲人會嚟做一位公司，他唔怕，所以可以對台灣未來文化教育有好處嘅，我哋全部嚟提打開來，俾大家來參加呢。我哋講藝術啊，如愛做啦哈。其實天產品係其實真正我哋最重要嘅，先生用嚟填票。我哋喺講兒童劇，我哋用嚟填票，我哋嗰上課啊。第二也當票嘅事啊，其實上日嘅綠隊人氣嘅網站，一當個都有阿龍來了專區。阿龍來了專區，點買都可以了解。冇都以兩天院搜尋阿龍來了，你咪可以買到票。第三都講啊，喺可以呢順手買到哈茶爽嘅東西，用嚟講，我1萬嘅戰鬥力全部喺大家身上，請大家幫我哋下次股戰鬥力，我哋會發揮我哋最大能量嘅。嗰時我看同今日同先生介紹到按到阿龍來嘅故事，唔知個我想講，哎呦，按好故事哦，我聽帶我聲音嚟，強下一看，強下一 rock 強下哦。我哋今日佢感謝我哋咧，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按到按精彩嘅故事。感謝浩明，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嚟傾下嚟運通哦。大家好，又到誒好好運通嘅時間了哦。今日我教大家係毛巾操。好，剛你還記得冇？有毛巾，好，準備好嘅冇？準備好嘅，嚟教冇通用嘅招式嘅哦。好，準備好嘅，能通用。運動之前，我嚟做一個暖身。搶嘅毛巾哦，用嘅頸條一片，好嘅頸巾一片。好，兩隻腳打開來，一樣哦。能嘅手用嘅腰嘅一片哦。好嘅。我嘅條男攞嚟撈人拳呢，一拳、兩拳、三拳、4拳，好嚟彎片哦，慢慢地撈都可以嘅哦，2、3。4，好，接下來我哋伸出嘅手，好，用嘅頸條，好，再用嘅另外一邊嘅頸條，好，加油哦，好，用過來，好，再打伸出去，再一次哦，頸條，彎片，頸條，伸出去，好，1、2、3、4、5、1、2、3、
四，好，轻好来弯片来弯个右手伸出去，变个杆跳，弯另外的杆跳，好，过来再伸出去，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我也好，人看的是两只手同下哦，好加油哦，好两只手哦，训练的反应能力哦，同的协调性哦，好两只手来跟跳，慢慢的走唔怕，好两只手表演的好交叉位置，好过来伸出去，好一、二、三、四、五、六。7、8，很好，更加同的手，表演的腰的一片，好，保护你的腰哈，来做一个向后背顺伸的一个动作，好，来，表演后背，慢慢的跳拿低后背，看，好，沿住看，单个1、2、3、4。5、6、7、8、9、10，好，慢慢的过来。好，两只手十指交扣，低前面，好，伸出去。好，背囊的它打出来哦。好，师傅低后背翘上来，哈，莫驼背哦，哈，莫扑背，来再伸出去。1，做停留2、3、4、加油哦！6、7、8、9、10，好，暖身做起来哦。来进入我的毛巾操的课程了哦。两只手来同个毛巾拿放起来，好，来两只手伸，嘿，拿放来，一节一节咯，吼，低头拿，吼，慢慢的弯。伫前面弯下去，好，慢慢的一节一节咯，腰骨一节一节，好弯下去。对，都挺耐红，可能是快没有都挺耐毛，唔怕，没有唔多唔怕，慢慢的再伸红来，尾椎、腰椎，好，慢慢的再胸椎，好，颈椎，最尾条拿拿红来，可以吗？可以哈。好，再一次哦，好，慢慢的伫前面弯，好，颈椎先下去，胸椎、腰椎、尾椎，好，吸气，吐气的时间哦，来，慢慢的轰来，尾椎、腰椎、胸椎，好，最尾颈椎。好，我跳拿最面放起来，好，来休息一下。好，帮我全身的关节仲可以动到哦，哈。好，听你的动作，我来做一个后仰的动作哦，哈。好，两只手压放来，好，顶的后背，来做一个全身的动作，来，1、2、3、4、5、6、7、8、9、10，好，过来，好，休息，好，慢慢的吸气，来做一个缓和，好，吐气，等下啲踢的动作到踢的动作两方一来哦，吸气，好，吐气。好，伫前面踢的动作，好，再做咧踢的动作，好，来开始哦。好，数牙膏，好，慢慢的往下去，好，尾椎，好，最尾哈，慢慢的往下去都唔该停来下，好，来做一个停留，让你手可不用放松，头拿不用下去放松，好，做一个停留。4、3、2、1，好，慢慢的放进来，1、2、3、4、5、6、
7、8，好，来做一个纯绳。1、2、3、4、5、6、7、8，好，鼓到中间，可以吗？记得了吗？很好，来做一个吸气，吐气，好，吸气，好，吐气，好，听，来再做一个动作哦，哈，来，来做一个弓箭步一个叶片来做脚出去，好，一个弓箭步，好，我们数17，好，第前面，好，一个时间哦，来第五个，好，左片弯过去，弯过来前面，再转过来，转过去，再一次哦，转到前面来，好，转那个左片去，好，第3次，过来，好，第4次，好，过来，好，我记得了，我们弓箭步的时间，我后背的脚一定要顺出来哦，哈，咱可以帮到我们的太露臂，还有小腿的一个线条哦，哈，好，来弯片的来，来，我右脚拿出去，好，来做一个弓箭步伸出去，好，可以的尽量再下去，唔可以唔怕哦，做唔到唔怕嘛，唔怕，如果国外是唔怕哈，做嘅可以做嘅适当范围哈，来可以的可以再下去，好，来2只手伸出，好，第一个前面弯过来，好，再过去，2转过来，3、4、5，好，过来数下，数上来，好，记得了吗？好，来做一个缓和，来吸气，好，吐气，再一次吸气，好，吐气，更干哦，第T的动作。好，来慢慢的练习，再做到最美的动作了，练好来哟，加油哦，哈，好，那T的动作还记得吗？好，第前面前弯腰哈，一样2只脚打开来，数压上来，一节咯，慢慢的弯下来，好，一节慢弯下来，到我们停一下，好，做一个停留，1、2、3，好，慢慢的放起来，尾椎、腰椎、胸椎、颈椎，最面跳呢，好，往后背顺绳，1、2、3、4，好，慢慢的过来，轻好哦，好，一样从个左片左脚，好。做一个弓箭步，好，做一个好过来中间的动作，好，扭转的动作，过来，好，2、3，加油哦，4，好，走过来弯片的哦，弯右脚，好，拿出去，好，数2下高。好，转过来，1、2、3、4，好，慢慢的数过来，好，吸气，好，吐气，好，吸气，好，慢慢的做一个缓和，今日搞的动作记得了吗？记得了哈，明日来做运动哦，明日谈论欣赏做运动，本健康又快乐，心情改好，面色改好，好身材嘛会改好哦，好好运动，俺们下次再来了，再见喽。
拜。